当时基金会表示讲，有真侪时段拢无固定的运动，所以肌肉退化了真严重哦。最近嘛发现讲，老人忧郁症的比例嘛有增加。 老大人伫社区长照据点对教练运动，这2冬受疫情影响，真侪时段较少振动。有真生科医师就表示，该地处理，互因心理出现失落感的比例提悬。根据国外的研究报告，也在 COVID-19 精神相关的疾病，包括焦虑症、忧郁症的一个比例有上升将近30%。那临床我们门诊上也看到那个长辈来因为焦虑、忧郁、失眠等问题来就诊的比例也有上升到1-2成左右。当时基金会2日开记者会指出，因调查发现生理退化会影响心理，尤其是大人肌力退化引发心情失落，可能连带引发到忧郁症等等的疾病。中者若有忧郁症，出现慢性疾病甚至死亡的比率是健康老人的2到3倍。因为肌力其实在这个年龄流失很快。 在饮食或者是在平常的行动上面，都会让你产生很大的自信心的丧失。那这个当然跟我们的情绪还忧郁情绪可能会有直接的关联。当时基金会建议踮厝行路嘛是运动，会当维持肌力甲减轻压力。但是要减少身体机能的退化，上好的方式就是行出去，加参加活动等等，才通减少引发忧郁症、健心的疾病。记者陈立凯台北仓报道。